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麥雞，今次帶大家入住一間好有本土特色嘅青年旅社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今次由麥雞為大家聲音導航。呢次要介紹嘅地方係一個非常之有香港本土特色嘅青年旅社嚟㗎，由真正舊屋邨樓宇改造成為美荷樓青年旅社。正因為呢一個原因，所有嘅樓宇都保留住舊屋邨嘅外貌同埋風格特色。淨係睇個外表啊，已經覺得非常之有香港本土特色啦。呢一度絕對係深水埗數一數二出名嘅地標之一，而且佢仲好近地鐵站㗎，距離深水埗站只係需要9分鐘嘅路程。沿途嘅食肆同埋商店一律不缺，交通飲食仲好方便添。更加神奇嘅係咁樣嘅地理條件，竟然性價比都極高啊！係呢個頻道過往九龍區最高性價比嘅住宿地點嚟㗎。不過呢一度始終都係一個青年旅社，有一點係好特別，需要大家留意㗎。喺呢度 check out 嘅時候，記住要除低自己房間嘅床套、被鋪等等，然後將佢哋攞落去大堂嘅收集箱入邊。記住啊，用酒店 app 訂房。基本房間嘅價格大概係500蚊港紙左右。旅社係全層禁煙，上房嘅時候需要拍卡。睇房時間，官方部基本房間嘅面積係25平方米，空間感唔使講啦。由影片可以睇得出，呢一度絕對係講緊實用面積啊！採用嘅係簡潔商務風格。雙人床係由2張單人床合拼而成，但係呢上面就有好厚嘅床墊，所以舒適度 OK。床頭位置就有充電同埋 USB 插頭，電視呢就係普通嘅數碼電視，但係就有 HDMI 插位。浴室嘅空間一樣都係好夠啊，但係呢度就冇浴缸。呢度全部嘅房間都係由舊屋邨1至2個人嘅單位改建而成㗎。而且簡潔嘅設計同埋家私擺位都係好合理啊，空間感真係冇得挑剔。加上呢一度嘅保養真係做得超級好啊，唔講我都睇唔出，原來已經經營咗12年咁耐噶啦。加上堪稱九龍區最優惠嘅價格，呢度確實真係一間冇得挑剔嘅青年旅社啊。Hi， 大家好，我係小新鳥，繼續例牌喺度先請大家多多指教啦！嗱，今次入住嘅地方呢，係一個俾到我非常之咁有驚喜嘅青年旅社。因為呢一度嘅定位呢係旅社，而唔係酒店。咁其實佢有少少嘢係唔及酒店嘅，但係呢，我覺得呢度已經係無可挑剔，而且俾到我非常之咁多嘅驚喜。首先第一件事我一定要講嘅，我間房嘅窗口呢，出邊呢係好近，非常之近咁對住外邊嘅公共公園，而且呢一度咧唔係單鏡反光玻璃，係內外都可以睇到嘅。咁所以你冇可能唔閂窗簾噶啦。如果你有裸體嘅習慣，一般酒店咧冇可能有呢件事發生嘅，完全係侵犯私隱嘅。第二點就係，因為佢係公屋改建嘅關係啦，佢係有前院後院嘅部分嘅。嗱，前院咧，其實佢已經好靚，尤其夜晚黑。夜晚黑嘅時候咧，佢周圍都黑晒，係得呢一等嘢咧，完全係着晒燈嘅，係非常之靚嘅。但係你走到去後園區嗰一邊咧，係好浪漫㗎。佢裝晒吊燈啊，有個露天公共區啊，有晒露天茶座喺度啊。其實我都覺得都幾以本傷人嘅。我好懷疑真係政府有錢，咁就可以搞到呢一間嘢出嚟。咁啊，因為佢嗰個處處充滿香港特色嘅關係咧，咁啊真係令到我非常之咁中意呢一度。亦都有一樣嘢好得意嘅就係佢嘅商品價格。呢一度咧有一個底層嘅24小時便利店，咁咧有提供汽水啊、牙刷啊諸如此類嗰啲咧，即係簡單嘅嘢。個價錢咧仲要係唔貴嘅喎，即係呢度一罐汽水咧都即係好似 7-Eleven 價咁10蚊一罐，係一間令到我充滿驚喜，而又今次係破天荒去講好多嘢嘅一間旅館社。
以下落嚟會回答觀眾嘅兩大問題，一係網速，二係隔音。喺網速方面，我哋見到係78 Mbps 呢一個數字，呢一個屬於中規中矩。如果你係普通上網或者玩輕度遊戲嘅話，絕對 OK 冇問題。但係如果你係要做一啲商業活動或者重度遊戲嘅話，咁就唔建議啦。第二樣嘢係隔音嘅問題，我哋喺成個嘅拍攝環境都覺得非常之安靜。even 喺公園隔離，我哋都聽唔到好大嘅嘈吵聲。但係有時候搬貨會上上落落，有少少嘅嘈吵，但係整體嚟講都係好安靜嘅。以上就係我哋嘅分享，希望可以解答到你嘅問題同埋幫到你啦。拜拜。好，多謝多謝。各位，呢個就係我全晚對住嘅窗外景色啦，而且我唔係單鏡反光嘅玻璃，咁所以咧係冇辦法唔會閂窗簾嘅，因為你真係對住成個公園好近咁樣睇住啲人做嘢。